今日你兩個入門，要記住本門嘅訓示，學武要正宗，行事要正直，為人要正心。知道了，師傅。你哋要記住，追影不追手，重心不重眼。眾數向華順師傅發誓，有生之年必盡全力將正宗詠春發揚光大。我係學詠春嘅，有冇興趣玩兩下啊？但係唔知係咪正宗？你師傅冇教你咩？同門交技，留力就不留手。我希望將來可以開武館，將詠春發揚光大，為全世界人都知道我哋詠春有幾犀利。全世界？我有嘢要問你嘅。你問啊？我仲未知道你叫咩名。我叫張永成。我嚟話俾你聽，你嘅所有嘅招式都係亂咁作出嚟嘅。唔破舊立新，又點會有進步呢？我睇下你出邊學啲旁門左道究竟有幾犀利。我而家要你跪喺師傅面前發誓，唔准再學本門以外嘅詠春。我々は世界平和のために大東亜共栄圏を